为一切众生发菩提心，在六道轮回当中的所有一切众生都是了知一切都是跟我们的父母和亲人的关系，然后为了所有一切的父母，我们这一次能够可以获得殊胜大乘佛教的因缘和殊胜的机会时，我们呢就要为了度化所有一切的众生听从祖先上师言教，以这样来发心。那么在听课的所需要的具备的条件呢，就是前面也已经讲到过很多次，然后今天我们又继续要讲普贤上师言教的第5章那么在这个解脱的利益方面，解脱的利益跟还有呢一直上师的方面，那么在这些都是在共同外潜心当中。那么在普贤上师言教里面有共同外潜心跟不共内潜心这2者当中呢，就是现在还是在共同外潜心方面的比较后段的部分，然后在你们的课本里面呢，就是可能是341页对吧？109页。109页对109页在109页然后呢就从解脱的功德开始看好。哎呀，第5章第5解脱的利益，解脱的功德。那么这个是就是解脱了会有什么样子的利益？我们都知道修持佛法是为了什么呢？修持佛法就是为了要获得从轮回的苦海当中解脱。那么这个是有什么样子的功德，有什么样子的利益？那我们就再接着要讲解。众多高僧直指所示之，依照上师言教而修持，解脱圣道无误是与众。吾等上师足下我顶礼。这个部分呢，就是在宝珠仁波切著作这本书的时候，到了一个段落，就是一个一个的那么在接下来下面也是会有4句，然后上面也是前面也是有4句，然后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在做他要对殊胜的支出，对他的上师嘛，特别就是他自己的根本上师，然后做顶礼的部分。然后呢，从这里也可以知道，因为我们可以做顶礼的一个对境，一个上师给你指解脱的道路的一个上师，他需要具备什么样子的条件？那么这里呢，他第一句就是一位上师呢，就是依止了众多的高僧大德，然后同时呢，就是有怎么说呢，亲近的传承，然后在所有一切的修持的过程当中，都是没有违反上师的预言，然后就是呢，按照上师所给的法，然后也是没有错误，也不会有那种神序上字句的这个内容上各个方面都是没有任何错乱的情况下，如实的修持。那么这样的上师呢，就是不跟其他一般的上师等同的，所以呢，就是怎么说呢？无等的意思来说到，就没有办法普通的一个修行人或者是普通的一个上师。那么这个来说呢，当然就是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上师都是上师，为什么不同呢？那么这个方面来说到是
说的话，就是巴卓仁波切他对他自己的上师的信心感，他对他自己的上师的看法他对他自己的上师的那种感觉，那就跟其他的上师完全不同的。不同的原因呢，当然可以说所有的上师都是一样。从大致上来说到，上师他们自己的本身的功德跟这些来说到，那当然等同的。但是对个人的、对弟子个人的恩德跟这些方面来说到，完完全全没有办法形容的。所以就像常常都是说，上师与佛从功德的角度来说的话，就一样的功德，但是对我自己的恩德跟对我自己的怎么说呢？那个方面来说的，那就自己的上师比佛还更殊胜，更重要也更殊胜。那么这个方面来说的话，就又是另一个怎么说呢？静观性的一种对待上师以及对待自己传承的一种看法来说的话，那上师与佛，那当然佛是最有功德。但是我的上师对我是少许有一些恩的，那么刚是这样想的话，也是不够是完全是正确的。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大乘佛教密宗的修持者来说的话，那我们就一切都是对上师的信心跟静观的方式而修持，才能得到真正的成就。所以如果是你只是觉得上师是一个普通人，但是我们关系比较好，所以就是他对我有一点点恩的那种的想法的话，那就只不过也是起一个你的朋友的作用。然后如果是你觉得他是真正的上师，而且是他给我指了一条可以解脱的路，那我必须得要往这个方向走。然后就是这个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怎么样，都是只有他可以指给我这条路。所以呢，就是这个部分来说到，我还是自己就是因为是一个众生，而且是无明，看不出他的一切功德，但是只看到一些的。那么在我们之间呢，就是关系比较好，他对我比较好，然后我也是拜他为师父，所以就是纯粹就是这样的一个很普通的一个老师的感觉到，那他也是只能起一个老师的感觉，老师的作用。但从这个里面所讲的，在巴祖仁波切对他的上师的尊敬这些来说的话，那完完全全就是如同佛陀一般的看法，从内心里面都是没有对他的上师们产生过什么没有不好的那种念头跟想法。那么有一次呢，就巴祖仁波切他第一次真正的认识明心见性的那一天呢，他的上师呢就是喝醉了，然后就看到巴祖仁波切的时候呢，上师就叫巴祖仁波切过去，然后也是称他为老狗巴祖巴给过来，那他就跑过去的时候，就是不断的打他，当然就是这种时候呢，没有什么原因。就没有任何的原因的情况下打他，然后就打他的时候就撤来撤去，这种时候又骂又打。那在上师的嘴里面的这个酒精的味道是非常冲也非常重。那么这个时候呢，上师也完全当然就是一个人喝醉了，然后去打一个人的时候，这个喝醉的那个人是肯定就是他的行为上各个方面。那么当然就没有什么散发出来很好，就是让人感动的一些这样的状态嘛，这是肯定没有的，这个我们想也想得到。那么同样的，巴祖仁波切也是想，我的上师所有一切的功德都是如同佛陀一般的，但是酒这个东西这么不好，喝了酒以后这么殊胜的高深大德，也是会变成这样比一个普通人更怎么说呢，更没有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也是巴祖仁波切并没有想我的上师不如他喝酒了，他喝醉了，那不像一个上师等等这种的，没有任何一点点这样的。但是他就是对酒产生了一个这样的想法的时候，那么上师又更加的骂他，更加的就打他，就是说你这些人就没有用，就没有信心，你这些人就会乱起烦恼心，就这样。那么就是突然巴祖仁波切也是
就因为这样的一句话，法师仁波切又想通了，已经知道了，他刚刚前面这样的想法也是不对的。原因是什么呢？法师仁波切对酒有这种的看法，从我们实践的角度来说，或者是很平常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没有什么不错啊，酒就是那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就让人喝醉了以后呢，让人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然后就一切平常人不会做的事情都会做出来的所以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确实也不是什么好的东西。但是今天如果是上师喝了酒以后，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那是不对的。因为是什么？那因为不是普通人，就是上师。你眼前看到的让上师的所有的任何一个行为，你都把它转成为清净的一种怎么说呢？那个清净观，用清净观的形式，那知道一切的行为都是为了消除你自己的傲慢感，消除你自己的业障的善巧方便法门。可以马上认出这样的情况下，你也不会有任何的从上师的口中的这种究竟的味道是那个好闻或者是不好闻这种的，不会有任何这种分别念。所谓的酒与上师的上师好酒不好的这种分别念也不会产生的那么我们在修持大圆满法的时候，就静观的部分是静观整个外体的世界呢，就是静观成为诸佛菩萨的净土，然后内心所有的众生都是静观成为诸佛以及菩萨以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如果是你有这种的修持的见解的话，那么在不会有这个当中呢，就不会有什么这个好或者这个不好等等，这个对这个不对的这种分别念。整个的外界世界是一个诸佛菩萨的净土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是没有什么人世界的这种不清净的东西，一切都是清净的，一切都是非常美好的。那如果是内心所有的众生都是诸佛菩萨，那么男生是男生菩萨，女生是女生菩萨，老人是老菩萨等等，这种其实就是没有什么老人跟小孩跟男生跟女生的这么多的分别，都是菩萨，男女菩萨之本性。以这样的静观是怎么去做呢？这就是自己的修持的力量，修持的这种怎么说呢？那个见解。如果是你有这些见解的时候，你会做得到这样。如果就没有这些见解的时候，你当然没有办法这样的静观，没有这样的静观，你把这一个众生没有办法进化成为一个菩萨的时候，说明什么？说明你自己的修持还不够高，而且修持的方面就并没有努力的修持。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就要努力。那是不是很不正常？或者是你没有什么希望？但也不是。那这个时候你要知道，说明自己的见解还是很低。既然我学习了那么多的大乘佛教，尤其是密宗的大圆满法的潜行正信，学习了那么长的时间，所谓的静观在我的耳朵里面听过的次数呢，不止一次，不止100、200次。但到现在我内心里面一点点的感受都没有的话，那是什么原因？那我还是不够专心的做怎么说呢？修善断恶的这种修持。所以这个方面来说到，就是要更加努力的，就要忏悔，消除自己所有的来生来世的业障，更加的去做功德，增加我们自己来生来世没有圆满的所有一切的福报。那么在这个几支进藏在这两者方面呢，就是一定要更加的注意。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修五加性？那么在修五加性最主要呢，就是几支进藏的最大的最殊胜的方法。所以就这些方面呢，就更加的努力。那有的人就是已经圆满了1次或者是2次五加性，到现在为止还是你的自己的
内心的这种静观方面呢，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程度，只有这样的情况下，那也是一样的，说明就是不对的。从这个实践上，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看出任何一个其他人的这种不对跟其他人的错误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知道我们自己还没有消除业障，还是我们的修行的这个成就不够，所以还是要努力的修持。那么必须得要进一步的，我们要能够可以在进步。那么如果是不能进步的情况下，那怎么办呢？还是要修，只有这样的办法。如果是这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是菩萨看我们，那么菩萨看我们都是菩萨来的，没有什么众生的亲近与不亲近的。那么在我们看菩萨，只是看到菩萨，但是我们看人看众生，我们只看得到人或者是众生，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就是把一个众生为什么没有办法看作菩萨，当作菩萨来看？因为这就是我们自己还没有到菩萨果位，所以最主要呢，就是在修持佛法都是为了要针对自己，并不是说为了针对他人改变他人的方式，所以要改变自己的内心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要达到就像宝智仁波切对他的上师的尊敬一样的。那么再从这个里面来说到，就是他说吾等上师足下足下是什么意思呢？也不是说是随便就是要对上师做一个顶礼，不是这样，就是在一个人的从上下的这种区别来说的话，那脚底是最底的地方，可以说是最底的。那么在脚底的下面就没有办法比这个更底的一个这样的形容来做顶礼。吾等是什么呢？跟一切诸佛菩萨跟他的上师，从功德方面来说的话，就是可以说是同等的，但是从对他的恩德方面完全没有办法比较的。所以呢，就是没有办法，任何一个上师也好，任何一个诸佛菩萨都取代他的上师。所以呢，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作为顶礼。那么在宝智仁波切一样的这些高僧大的，在著作的前面随便写一下这样，那这些都是写的时候就比较好听一点的就可以嘛。像比如说现在世界上的很多的作家写一本书的时候，书面上就是写的越好听，或者是越好听就越好，但是自己的行为并不是这个样子的话，那这个来说的话，世界上的很多的人都是正常的一些事情实际上呢，就是因为很多的像比如说比较有名的作家等等，他们都写作以后呢，那么实际上也并不是这样的行为。所以为什么就是这个世界上产生了一个就像那个其他地方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在那个香港有一个狗仔队嘛，为什么有一个狗仔队的需要，或者是他为什么有工作可以做？因为这些就是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会正常就是这样，那么说的跟做的肯定就没有办法一样的。但是就像宝智仁波切一样，这些高僧大德来说的话，他对上师的尊敬感这些呢，完完全全就是他是这本书里面的所有一切东西，对上师、对诸佛菩萨、对众生、对禅场，都是完完全全从内心里面的真正的感受、真正的感得写出来的。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当做真实的东西。这里面所讲的全部都是宝智仁波切直接对我们讲的。宝智仁波切从哪里得到的？宝智仁波切从他的上师的口中得到的所有一切的窍诀跟所有一切的修持的方法，所有一切的功德跟加持，全部都他整顿出一本书，然后呢就最能够可以让我们听得懂的方式来写作出来的。为什么要写呢？因为他为我们的慈悲心跟为我们的菩提心，
那么这就是八智仁波切的菩提心流出来的一个甘露。所以我们有缘可以能够得到这么殊胜的这种因缘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事实的情况，不然的话我们只是想他那个人比较有文化，他学问很不错啊，他如果是这个时代他如果有的话，他肯定会变成网红啊，这等等这样想的话那也没用。只是这样的一个想法的，那就完完全全就是实践的看法。当然我们都是实践人，没有办法更多的那个，以前可能也没有这些想过，但是现在我们一定要想，我们既然是实践人，但是实践人当中呢，我们就是修信人啊。那么在一般的实践人跟我们当然不一样的，多多少少接触佛法那么长时间，而且是修持了那么长时间的佛法，所以就是有多多少少的成就，也多多少少的功德，也消除了多多少少的业障。所以呢，就是因为这样就可以嘛。所以现在我们就这些，因为我是修行人，所以我讲的一切都是对的，我讲的一切都是对的，我做的一切都是对的。有这样想到那是不对的。那么如果有这样想，或者是对白人、对其他人、对我们自己的师兄、金刚师兄也好，修行人有这种要求的话，也是不对的。因为我们一定要知道，首先要认出自己的状态，自己的程度，自己的成就，或者自己在有多少的烦恼，减少了一些的烦恼，但是也是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烦恼啊。这些都我们认出以后呢，我们努力的修持佛法。如果都认不出来的话，我们都不会再精进的修持，因为都自己认为自己很了不起，所以就每天到晚不修什么也是应该可以的那种想法。那就在前面我们提过嘛，就是在莲花生大师对于国王持诵的人说的一样，见解呢就是如同在天空飞往的这种怎么说呢，金翅鸟一般要高，见解是要非常高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见解高呢，就是要知道万物一切法都是在空性，一切在世界上所现的一切东西，都是不管是白天的事情也好，晚上的梦也好，都是一种幻觉而已。那么这个幻觉是什么？它是一个虚幻，没有什么真实的东西。但是在我们一切众生都是在一种这种虚幻的当中呢，一直都是以一种执着，那么这牢牢的抓着的。所以我们在见解上面呢，就是必须得要就是一个金翅鸟飞往在虚空一般的这样的一个高度，那是可以说是见解是一定要非常高。从这样的情况下对我们会有什么帮助呢？我们就对整个的世间轮回的所有一切的这个看法包括这个世间八法的一切看法都是会降低的，一切执着会降低的。所以就是不需要什么执着，因为见解高。但是我们行为不能这样的，行为如果是就像见解一样，那么就是什么都是空性呀，造业也没有关系，然后什么都是不用管，所以一切行为都是就想什么就做什么，就今天造业也好，杀人也好，打人也好，等等一切行为你都不管的情况下，那是不对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见解是一定要往高的方向。但是我们现在是什么？我们现在就在学习的过程，但也并不是已经得到了这种成就的时候，并没有得到这种成就的时候，即使你得到了成就，也是一定要在这个怎么说呢？那个见解跟行为是必须得要分清楚的。不然，如果是你那行为必须得要如法，就是按照实践人所讲的一样，就是行为完完全全要特别如法的情况下，那见解一样也是这个也是特别执着，那个也是特别执着的话，那很多有相跟无相之间呢，没有办法再脱离，完完全全就是实践轮回当中又没有办法脱离。所以呢，就是这个方面来说的话，就一定要知道万物一切法的这个空性跟智慧的及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概念
要往这个方面学习。自本作累